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年母。顺昌，我倒要去恁兜接你讲，想会到伫半路拄着你。我无想要去恁老爸白种度假，你免遐尔啊费心。为什么袂去咧？有人陪你开讲，毋是更加搁好咧？我无希望造成别人的误会。我只希望我休困的这段时间，会用好好想一寡代志。金大，你是安怎？原来你早就应该甲别人约好了，是安那要骗我？你是安那要骗我讲你要一个人静静的哈？假使讲别人若比我较好，实在你啊！美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甲伊只不过……免解释啊！我毋是傻的囡仔，我拢看到。大爷，倒是咧，行。大爷，歹势啦，目屎一浸哈。美玉。美玉啊，敢若真受气款。伊是毋是你的女朋友？我一直认为讲伊是你的小妹啊，想袂到。我甲美玉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感情真深。最近伊对我有淡薄仔误会。我无想到讲恁两个是斗阵大汉的，真歹势。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也毋过我甲美玉已经有感情，而且咱两个家庭嘛无适合。家庭背景无重要，阮老爸有钱是伊的代志，我要交往的朋友是我家己介意的人。我想咱家来用做一个朋友。顺昌，我会当了解，我会祝福你甲美玉。美玉足幸福的，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男朋友。既然咱是好朋友，啊无我送你去车头。唔免，我家己行就好。
啊，你要找美学小姐是？哈，伊要来上班啦。不是啦，我是来找天来啊啦。啊，天来，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大家嘛知影天来是咱这间公司的头家仔，哪有可能来上班啦？无一只啦。哦，原来你也知伊的身份哦。知啦，明明个这间公司的头家仔，来这里做工人，调工来甲咱试探，安尼敢是人是哦？安尼我透过，我家己目屎七七。阮阿兄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伊踮遮甲恁工作，毋是斗阵甲足欢喜的。本来哦，大家是足欢喜的啦，毋过个天啊要落阮美药啊，而且阮美药啊自细汉哦，甲顺昌遐足好的，所以哦，因两个哦很来电啦。天来哦，当然会失恋咯，无人会当听说阮美药啊甲顺昌遐感情啦。歹势，目屎七七，哼，实在有够无风度。我毋是咧讲你咧用阮顺昌遐。哼，你看嘛，你这报表是安怎写啦？拢唔对了了。无你这最近是你创啥的哈？坐到办公室，你落代志拢袂晓做啊吼。爸，我都还未习惯嘛。也无是安怎才会习惯啦？哈？我当初时咯，无应该讲安尼吼，你去伫生产线你做起啦，哈？比到即马咧看，正经的业务拢袂晓，哈？无啊，天啊！我看你这几工啊是安尼，是安怎样安尼细心啦？你照实甲讲，是毋是甲好美个有关系？无啦，无上介好啦，啊！后礼拜我就派你去日本考察，机票甲护照我拢甲你准备好势。爸，这个代志你若无事先甲我参详，家己做决定，我无爱去日本啦。是安那？我是等你后考察倒转来啊！哈，真工手都要动工啊啦，一切拢要交予你去烦恼，你知无？这安那啦？总讲一句哦，我不爱去就是啦。天哪！天哪呀！你真紧啊！真是啊！你是安怎？哪里考？你敢毋是讲要去度假，安那搁转来？你莫搁提起度假的代志好无？看你这个型的，你一定是甲恁朋友伫赌气对无？你又搁捌啦？什么时阵你对爱情变啊这么巧？读册人，你也是管好你家己的。你女朋友这么饭桶，连人已经有男朋友啊，你都拢唔知影。后边哦，若要约女朋友，请你探听清楚才有。你知影美玉甲顺昌是一对哦？我吼惊你伤心啦，才唔敢甲你讲啊。这哪有啥物咧？其实你早就应该甲我讲啊。佳仔，我对顺昌的感情还阁毋是介深，我即马要离开，还阁会负的。真是安尼。你免替我烦恼，你也是烦恼你家己啊。真无简单，才有勇气去约美玉。约几步，结果是别人的女朋友了。这叫做碰你在碰，别人在搞。假使讲吼，你甲顺昌啊一对，我甲美玉啊一对，安尼敢毋是真圆满的结局？毋过吼，天公伯啊，实在真壮志人啊。你莫迷茫啊啦，无彩讲你是留学倒转来，恋爱分数是无半分。假使讲若会当像你讲安尼安排，你想美玉敢会答应？我才通想拢无呢。迄个罗顺昌是对一点比我较好，对一点比我较强。为安怎美玉啊对伊哪遐尼痴情啊？伊真有个性，而且伊阁有查甫人的气魄。查某囡仔拢介意即型的哦。当罗顺昌伊哦，
也袂晓去体贴查某囡仔，较温柔的，粗卡当地啦，亲像迄无水准哦，对一个查某囡仔爱着伊哦，有够衰啦。哥哥，讲话都爱较细腻的呢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煞袂记吼，伊是你心所爱的人，我敢会记吼，伊是我的情敌啦。妹啊，你敢无想讲要将顺昌啊抢倒转来？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啊！你顶白毋是做主讲要甲咱迄果子园卖掉，啊，到底是卖袂啦？阿嬷老啊，记伫歹，煞袂记的。嘿，无等下我才创好势了，恁爸等下我才问伊的意思看嘛。哎呦，即摆去问啦，较紧的啦，我着急要现金啦，这我来就好啦吼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啦，安尼做代志安尼懵懵懂懂啊！哎，阿爸，你倒来啊？嘿，哦，你遐的农药拢装好势啊？抓好啊，哦，报道。啊，你无去顾着？今仔日休困啊？又搁休困？啊，三头两工啊，就休困。啊，参像你安尼想要甲人做啥物生意啊？啊？无啦，是安尼啦，不同啊吼，我想要安尼将迄店吼，搁再安尼重新装潢一下，才搁开幕啦。啊，开无偌久就要重新装潢，咱都毋是咧银行记载伫咧学起来咧学白虎。我是讲安尼啦，咱迄果子园吼卖淡薄仔条，啊现金来互保同啊周转啦。免钱，卖果子园免讲。阿爸，啊你较早毋是拢讲我不务正业，啊我即摆要正正经经甲人做生意啊，你哪会无支持我？你讲啥物笑话？我是无摕钱互你笑，是你袂晓经营，袂晓做生意，卖啥物咖啡啊？咱这个庄卡所在，逐个嘛咧啉茶，哪有咧啉咖啡？不如去摆路边摊。摆路边摊，你哪咧黑白讲啦哈？咱甲咱这个宝贝孙仔尔，你知无哈？你互伊摆路边摊，咱面子是要徛喺倒啦。迄是歹看呢。摆路边摊颠倒较实在，你毋通想讲要叫咱一步登天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搁再安尼落，永远袂出团啦。当然袂出团咯。你咧做老爸人，也无要甲斗相共，啊是要用啥甲人比啦？那这死囡仔，我看出啦，根本是了尾仔囝，当作恁爸无生你啊！阿爸，你若无要斗相共，你就准拄煞。你哪能讲甲遐尼歹听？我家己后办好通想啦，结果是哦，家己遐收起来啦。好，你全拢靠你家己，拢莫转来找我，安尼好无？你太安尼讲啦，啊，伊是咱好家，我的宝贝孙仔呢，咱以后拢爱靠保同啊呢，啊，你安尼无好好对待伊，对遐严，你是要逼伊去死哦啦？只教你保卫孙啊，阿母，你现在变成个拢你个天生派，你知无？阿爸，有啥物代志哦？你骂我就好啦，你莫怪阿嬷啦。啊你要拍人哟？我有你拍啦，我有你拍啦。你若收招，你要安拍死我，你讲。啦，保同。阿嬷，你嘛亲耳听到的，我也无安怎，爱着甲我骂甲遐尼歹听。我毋相信讲袂甲斗相共，我就无白咧遐想啦，我就一定袂先讲心，我要拼互你看。好啦，有材料做你去啦。无啦，保同啊，等你。哎呦，阮知呀，伊是你的孤囝呢，你安尼对待伊，你敢嘛早安尼你甘愿来哟啦？阿母，你敢毋知讲咱做人就爱受本分，知影轻重。啊，这保当啊，只敢安尼四两人要做八两代志，这永远袂成功，你知影无？我就是爱放互伊记在去安尼，互伊安尼辛苦，互伊安尼食苦，安尼就知影讲啥物好做人，安尼做代志啊。你哦，保同这个囡仔自细汉就无老母，啊你还无来甲疼痛对遐严，你是要甲变到互伊走投无路，你才甘愿咩？
你哪来阮兜？我是心情无好，出来行行的，唔知会经过恁兜，你莫误会。是安尼啊。我即摆心情嘛是感觉真歹，会当拄到你吼，算讲天公伯也对我也袂歹。呀，斗阵来，要去对？找快乐吧。哎。阿母啊，巴肚枵啦，较紧的啦。阿母啊，我转来巴肚枵啦。哎呦，阿母啊！煮啊啦，安尼等下都枵枵叫吼，无怪你会食到遐尼大颗啦。啊，你落咧，无甲你斗阵转来哦。嘿，阿母啊，啊个去到工厂无偌久吼，就找无伊啊，规工嘛拢找拢无。哪呢？啊个今仔早起啦，我甲美华斗阵去上班，伫咧路的啊，美华去看到顺昌甲金銮啦，啊个甲讲你度假啦，吼美华听了是足生气的呢，啊个吼无等迄个顺昌遐解释哦，外头就走啊啦，而且吼去到公司哦，佮美个便所吼哭足久的。啊尾啊咧？啊尾啊伊就讲伊无心情上班，讲要转来休困啊。啊，无转来啊，啊嘛无敲电话转来。哎，啊这时候你会走倒去啊？你知影顺昌去倒度假无？度假是毋知啦，啊毋过吼，无靠新小姐问看卖啦，无你较伊会知影。新小姐。嘿啊。你紧甲我敲啊。哈，好啦。喂，新小姐，小等下啦。喂，你是新小姐吼？查某甲查某吼，我是你用是安怎就爱单恋来？一斗我受气，一斗我欢喜，啊，到底是痛苦还是快乐？实在我想拢无哦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文才，文才，有看到美国来遮无？无哩，啊，你哪会走到遮尔凶狂？哎呀，啊恁保同呢？敢会甲保同斗阵出去？袂咧，啊，保同啊透早到冤家全走出去，连店嘛无去顾。啊，这死囡仔，只管了我受气，毋知什么时阵才会变好。哎呦，那这查某囡会去倒位呢？你先坐者，来，你也免烦恼遐尔多。啊，美叫阿平是遐尔乖，啊，你又烦恼遐济要创？哎呦，小叔，我一时间拢找无。是啥物代志？你哪会遮尔着急？啊？敢若讲是吼，顺昌甲美玉两个人毋知为着什么代志，老实讲哦，伊透早就离开工厂咧，也毋过无倒来咧厝诶。你毋知影，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自细汉就足温顺诶，若是无受到什么刺激，应该是袂安尼才对啦。文才，我是足惊的呢。万一美玉若是有三长两短，这个查某囡仔是咱两个人斗阵收养的。啊，若是有三长两短，到时阵是要安怎甲因老母交代才好？文才，你还甲我斗找啦，我实在足惊的。我惊这查某囡仔毋知想袂开袂。你免烦恼啦，这位囡仔真乖，我嘛甲当作亲生的查某囡仔同款，我一定想办法甲你斗相共找到伊，吼，慢想。哟，那笑死人啊嘿！哇，查某囝也会惊甲拍人见。阮何家吼是生壮丁啦，无生查某囝啦。人秋子即摆找美玉找到烦恼到要死啊！啊，伊就真够教时囡仔，教甲顺畅啊，互伊安尼六亲不认啊，也毋甲咱保同啊斗相共啊。哇，一个查某囝教甲安尼，哦，走无去。啊，大人大种啊，会知找毋知路，迄笑死人啊，咯，毋知安尼。我来甲伊找看。秋子，小等，我陪你来。查某囝吼，毋是家己生的吼，袂共心啦。离家出走，这是吼自然的代志啦。阿母，
你讲话哪大安尼，甲人硬东硬西安尼？谁唔叫因安尼顺从啊？啊，定定甲咱波动安尼做对头啦。小主，小主啊，小主，小主，阿母迄种人，你都了解。啊，一直甲波动啊当做宝贵，讲啥物话，你唔通放伫心肝内。对啦，我袂管。我只是想起20几年前的代志。可是波动若是咱两个人生的，无你看我的命运就完全改变。有一种囝，也无啥物通欢喜。阿母安尼挺生伊，我会头壳摸咧笑。小主，其实你也免烦恼遐尼多。美玉是真乖的囡仔，少年人谈恋爱难免有口角。因遐尼啊乖。本来我嘛了做讲因遐囡仔有真乖，也不过最近美玉遐表现吼，安那变一个人共款。最近我常常在想，我是毋是一个真失败的人？唔知，我是毋是无适合做老母？是安那美玉会变甲安尼咧？我看伊是一时的，可是无你遮尔辛苦伫咧车养伊，因即马毋知流浪到倒位去，所以无论安尼讲，你算是一个真优秀、真好的。是安怎囡仔大汉了后，咱都唔知伊心肝内咧想啥。小主，啊，你毋是常讲我讲，囡仔若大汉了后，咱就较莫遐尔管。讲别人较简单啊，等我家己拄着的时阵，就唔知要安怎做。这个囡仔虽然毋是我亲生的来讲，也毋过自细汉就惊伊寒，惊伊枵。大汉了后，这烦恼查甫的无头路，也担心查某会去互欺负。敢讲做爸母的人拢这么戆心？饲囝小责任，小主，咱来看看开。